哼，这三小，都会来。公司资料嘞。我们是传统的、啊，哪里有什么公司资料？哦，你有法哦。大家都想多赚一点啊。很多人特地来求我给他加班的。啊，人家肯加班哦，都嘛是为了要养家。啊，即马人死啊，哈！啊，恁都安尼说到安尼离啦。阮人吼是去互恁害死的哦。你们一个一个都不要想要逃避责任哦。若是有资料吼，就较紧提出来啦。啊，若无民事迄边吼，我绝对告互恁死啦！